明仔载就是元宵节，袂少人拢有食元宵这个传统。台北市的卫生局最近就抽查20间手工元宵店甲大头家，看防腐剂敢有合规定，结果拢是合格。一粒一粒的咸肉圆啊，伫咧大骨汤内底滚好透了后，掺挂白菜、芹菜、冬菜甲红葱头，香搁好食。咱这圆啊吼，拢正纯自米落去做的，无酱脱水才落做的。50年阿嬷传落来的招牌，绝对无含防腐剂。元宵食圆啊，庆团圆，也食平安。台北市卫生局最近特别抽查超市、大卖场甲菜市啊，有特别元宵的店家，看内底啊防腐剂敢有超标，计共抽检20件，拢下规定。乌麻的，还是讲土豆的咸圆啊，还有乌薯米的吼，来验伊的防腐剂，啊，还有伊的迄标示的伊个较有甲阮法律有相共无吼？这20件内底拢合格。不过卫生局提醒，烧元宵的时阵，手甲环境的卫生要是爱特别注意。另外，卫生局也公布2021年食品、药物、化妆品甲医疗器材有无老实、有违规广告的产品，计共619件，裁罚超过4500万。其中以食品上多有超过300件，主要呢拢是宣称家己有提升免疫效果，过来是强调减肥甲顾目睭的。爱提醒来较注意，若是讲你甲留讲电话啦，还是讲 email 吼，啊，你真正要找人的时阵吼，要退货的时阵拢找无人吼，迄其实这种广告的商品就卖搁买啊。卫生局表示会继续来稽查，准若食品的广告伤过hạn、用字解说无清楚等等的产品，会照食安法，上当罚500万。也提醒消费者伫咧买卖进前，产品的标示甲营运公司的资料拢爱看斟酌，莫互骗去。记者民警总海文台北报道。